有市民專程由粉嶺過海逛市集，並專程佢又談到中西區為老舊地區，人口急速老齡化，政府除咗喺制度同資助上為有需要嘅長者有關愛隊配合，盡量接觸有需要轉介嘅個案。垃圾收費計劃押後到8月，盡量減少垃圾，避免需要購買更多。咯，冇咁啫嘛，呢啲人問下佢。加咗個眼罩先。你會點答嘅？大問。好，頭位200短碼頭位23000碼。其實佢走上嚟唔止，即係害到可能福祥話金柏令。好啦，咁啊第9場啊，亦都係暫時派咗啦。首第名就係呢個1號啊，魅力之源導人派47蚊，位置派20蚊。跑第2名啊，就係呢匹嘅11號嘅港樂福將，位置派15蚊。跑第3名嘅13號99為尊，位置派24蚊。跑第4名係3號嘅金柏令，而位1搭11派91蚊，而位1搭11派91蚊。咁其他班長就係稍等啦。跑翻200短碼頭位23000碼頭位1分32秒07嘅同學時間。位置 Q 1搭11派41蚊，1搭11派41蚊，1搭13就派69蚊，1搭13派69蚊，11搭13就派57個半，十在順序1號10、1號13號派1000零，在順序1號10、1號13號派1018蚊，單天247蚊，單天1號10、1號13號就派247蚊。好啦，呢場賽事啊，300碼跑前4位直接接近400萬嘅啦，好啦，1號2春火力配型20倍，位置5.2倍，咁啊2號咧就係呢個黃天下嘅係8.9。3號啊，開心寶配嘅12倍，位置係3.5倍，咁啊4號啊就係呢個長歡欣獨贏0.9倍。咁啊5號就係呢個發財大師獨贏9.6倍，位置先7個嘅3.1倍，新龍基定美麗獨贏4.6倍，位置1.9倍。8號堅柔威獨贏5.2倍，位置2.5倍。9號嘅昆特德獨贏20倍，人生獨贏10倍，位置3.7倍。11號嘅電子傳奇獨贏64倍，位置12倍。12號同埋13號啊，咪就係呢匹嘅同不甩獨贏60倍，位置10倍。為14號嘅歲歲今朝獨贏45倍，位置係9.5倍嘅。美日賽事獨贏9就7號嘅一定美利亞4點。咁啊次熱盤咧就係8號嘅堅柔威5.2倍獨贏2.5咧就係盤已經斬放7.6倍獨贏3.1倍位置。仲有兩隻馬夠10倍嘅2號嘅中華天下8.9倍獨贏1號嘅馬場大師9.5倍獨贏3倍位置騎馬分。好，4同埋4場賽都仲要等多一陣嘅，即係要咁嘅形態。係咯，大住啊！最傷嗰場人急住嗰人，因為親真係咁。而家單睇翻咧，頭先個查翻今年嘅都半段時間，你買應該冇低落，好犀利，有嘅21個嘅快，咁史雲美斯都咁樣睇啊！長應該係真係5,400千落場。我諗啊4年386萬4年。7號。有時驚先係。嗰順序1號10、1號13號3號派7730，1號11號13號3號派7737蚊。有陣時啲8就啲6啊，好鬼接。好啦，咁啊問下美麗宇宙啦，翻嚟咁快加班，會問啫。問啊，好多嘢做啊，公司都要。佢唔係我哋問3班，我諗要再進步啲先得。我當即係升個班都好似都睺住你班要俾佢升，即係我知道5班你可能不停咁上升嘅，都係要有其實好多加。因應此覺得跟住翻嚟係好嘅，好似都再揀咗。一定唔係好事。佢有少少 A 男嘅特色喎，而家。好啦，第9場賽事福講完畢派彩，獨贏派咗47蚊，位置派咗20蚊。跑第2名15蚊，跑第3名10，單天1號10、1號13號派247蚊。睇你買咩彩事？啱啱第9場啊，唔夠出勝和賽果，夜晚嘅馬第2名係11號嘅國立福將，第3名係10尊，第4名係3號嘅金牌啦，同埋1號嘅魅力之。2重嗰順序1號11號派200蚊，3重彩順序1號11號13號派。睇翻節節領先啊，4個專欄都仲睇啊，大班地表唔係1號10號呢場嘅 Win Q 2重馬王仲犀利啊 ！Win Q 2重彩、3重彩、4重彩打個全中啊！記住想喺跑馬人有好成績，一定要買份節節領先參考。而家買節節領先啊！幾廿蚊節節領先。軍飛啟事。定嘅都係要有好多加
我哋3號10號10隊，4號是24號13號糖就89倍啊，糖不甩今朝咧粒糖。大款啊，7個一定你嚟佢嘅大款啦。我約翰馬房啱啱贏咗馬，就按領面嘅錯嘅。過關前4.6倍啊，過完關之後咧打落4.5倍啊，少少。基本啊就班友威嚟嘅，輪啊，5場馬房嘅，咧佢有一陣關飛打落4.8倍嘅，其他馬匹靚啊！嗬，10倍嘅，仲有1兩隻標局嘅，佢又比較重嘅關，開咗好倍，轉咗好多。係啦，不好啊！咪又過關飛啦，3號分身好配，咁你都有陣過關飛大冷馬，2號真行星咧都係有一陣過關飛啊！好，第8口花寶派彩第8場跑第一名嘅之餘，派1516蚊，第8口花寶正數過1號名嘅派1516蚊，安慰獎第8場跑第一名9場跑第2名11號馬港林福將咧派165蚊，第8口過11號名嘅派165蚊。好，嚟到今日嘅第10場賽事啦，尾場賽事。過關之後咧，陸飛亦都咧就多少少嘅結夾咧，大 EQ 去到第6 EQ 咧都有份落飛㗎，咁啊落飛嗰個情況就比較8搭天又威，定91蚊落到嚟12蚊，為止到37蚊落到嚟28蚊，過關之後788嘅連為止 Q 咧齊落飛，齊同時大。次已經賺過一定美麗咧，就已經落到14倍嘅57位置 Q 咧，而家咧就55蚊嘅啫，其實個位置已經57算係低少少㗎。跟住啦，6搭8啦，自己賺到每級位置 Q 咧就嗱，相對就難少少啦，3倍啊，對比6搭7咧就難。時尚寬1搭2又威廿九倍落到嚟25倍，4搭6啊，時尚寬1搭自己賺到嘅就33倍落到嚟。好啦，過完關之後咧，落飛結 Q 咧就30倍或8飯嘅。不過8飯裏邊咧有4飯咧翻出一定嘅利是嘅，包括大 Q、次 Q、第3 Q、第4 Q 全部都係㗎啦，就係7科2、4、6、8呢4飯啦，就目前嘅頭4 Q 嚟嘅。剩翻咧用8號天又威嘅波咧都有3飯，就8拖2、4、6啦，餘下嗰飯就4搭6嚟㗎啦。呢8飯連贏位裏邊，如果講落飛幅度比較大嘅咧，就6搭7，6搭7根本就多啲個包搭一定美麗紫荊賺落得30%。睇埋一個嘅上升啦，我覺得先得全部都賺咗，賺得最少啦6號嘅紫荊賺房啊賺8分，同埋9號運得賺30%嘅，4、6、8、9比較少啲，以上係今場過關數字。雷霆881新聞報導。政府今個月起舉辦連串18區日夜都，其中喺上環文化廣場舉行嘅閃耀中西區活動，設有特色市集，大約40個攤檔，部分售賣活同手寫